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。飢餓。馬太福音4章2節，路加福音4章2節。他禁食40晝夜，後來就餓了。40天受魔鬼的試探，在那些日子，他沒有吃什麼。日子滿了，他餓了。耶穌喺曠野中禁食40日，感受到人類最基本嘅生存狀態就係飢餓。呢種嘅經歷唔單單係彰顯咗佢作為完全嘅人嗰種嘅真實，更加揭示咗佢對天父上帝供應完全嘅依靠。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，飢餓幾乎係一種冇乜可能會出現嘅事情咯。根本係我哋會係大行其道嘅一種嘅選擇。我哋透過減肥或者斷食，刻意去製造飢餓，試圖去達到某種嘅目標。但係耶穌嘅飢餓佢完全唔同，佢嘅禁食唔係為咗證明啲咩嘢，亦都唔係為咗去達成某種屬世嘅目的，而為咗進入一個同天父更加親密嘅關係裏邊。佢嘅飢餓成為咗佢信靠天父上帝供應嘅見證。食物嘅本質提醒我哋生命嘅嗰種嘅依賴性。每一次我哋進食，都喺度宣告一個嘅事實：我哋冇法能夠可以去自給自足，必須要依靠外來嘅供應先能夠存活。上帝曾經喺曠野當中以嗎哪去餵養以色列人，呢個唔單單係單靠食物，而係更加要靠上帝嘅話語嘅創造性力量。耶穌喺曠野當中嘅飢餓，讓我哋見到真正嘅生命並非僅僅依賴住嗰個物質嘅食物，而需要依賴嗰位創造供應一切嘅上帝。我們有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呢句嘅禱告提醒我哋，食物嘅供應係嚟自上帝，唔係我哋自己嘅能力。耶穌喺曠野當中嘅經歷，正係佢對呢份嘅真理一個非常之深刻嘅體驗。耶穌以佢嘅生命向我哋顯明，即使係最飢餓嘅時刻，我哋仍然選擇信靠天父，唔係屈服喺試探嘅裏邊。耶穌嘅飢餓使我哋學習依靠上帝嘅榜樣。弟兄姊妹，飢餓作為人類最原始嘅狀態，提醒我哋生命嘅脆弱同埋依賴。而耶穌嘅飢餓正正係進一步揭示嗰種我哋屬靈生命嘅本質。真正能夠我哋去滿足我哋嘅，唔在於物質嘅豐富，而在於同上帝嘅親密關係。佢嘅飢餓，我哋見到生命真正嘅力量嚟自於嗰位供應一切嘅上主。呢個係佢喺曠野當中活出嘅真理，亦都係我哋今日每日一齊去學習功課。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，係由建道神學院推出，作者陳偉安，播音葉清、陳偉安。